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頭場4班千二米嘅短途賽準備，6號大熱贏盡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天寶炒慢㗎，咁啊旅遊大使都慢，前面快黃眼罩永常喜，中間贏盡淺藍三劍凌雲，出邊快樂寶貝大愛檔御風雲啊，咁再後邊呢，咁啊出邊有主力艦啦，內欄電信大炮啦，紅衫響個馬林出邊呢，有田王啊，中間啡色衫聖徒勇士，內欄尾5呢就係春瑩啊，出邊就天寶，後邊3隻旅遊大使永恆光輝同埋呢隻蒜頭爺爺啊，好啦，咁啊轉彎中間啊，御風雲呢可以放到出嚟跑啦，永常喜第2位啊。外邊有呢隻贏盡，最出黃衫快樂寶貝啊！咁啊，再後邊第5位內欄淺藍衫呢，就劍靈魂，拍住中間呢，仲有主力艦出邊紅衫呢，就田王啊！咁啊，再後邊嗰陣呢，咁啊先見到有一啲電信大炮啊，內欄春瑩叫上啲咁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御風雲佔先，黃眼罩係呢隻永常喜啊！咁啊，再喺外邊有快樂寶貝，藍帽粉紅就係呢隻贏盡啊！咁啊，再後多少田王春瑩亦都上緊，最後100米，咁啊永常喜黃眼罩鬥緊埋邊御風雲。贏盡中間第3，出邊上緊嚟，仲有隻田王，依家立正堂太追，中間仲有春瑩接近終點，田王外邊衝上嚟贏，春瑩第2啊，第3呢，御風雲應該機會高過隻永常喜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都係贏咗嘅馬呢，係一隻田王，曾經係識得贏嘅馬，雖然係田草賽事，咁啊但係終點前撻着咗呢，佢就過對手啦，春瑩第2，御風雲應該係第3啊，永常喜第4。天王今次唔係贏泥地，贏草地。春瑩雖然都幾急啊，臨場啊，但係都可以跑到第2，搶到出嚟跑。御風雲都跑啱㗎啦，跑到第3，永常喜第4。天王臨尾一獨贏啊，13倍嘅，冇乜喐飛啊，甚至乎回添啦嚇。2搭10嘅連贏位過1200蚊㗎。結果係走2隻邊線嘅入嚟，天王。隔咗好耐冇贏啦，偉達同大魔今季第1場頭馬嘅啫，去到季尾嚟，而家都上季都係季尾贏啊，但係就贏泥地4班，組合導贏3揀1，勝出組合 A3，其他冷門派32蚊。哇！再睇一次，跟住個重播呢，唔係開邊嗰2隻勁啊，係入邊嗰啲停晒嘅。係啊，同埋。可能亦都特別夾偉達啦。咁睇翻今季其實偉達係第一次騎佢嘅，之前有一次即係季初報咗名，但係就退出咗啦。咁上季尾亦都係由偉達操刀喺泥地嘅1200米就開齋嘅，當時4連環派1981蚊。今次只係第2場嘅頭馬啫，咁季內都係用得少嘅。4重彩派59809蚊。點解？然之後我都仲有一隻冇揀，就係春瑩。係啊，我記得你講春瑩啊。但係冇諗到會飛得咁勁。我哋睇下巡邏影片啦，起步咁啊，其實就旅遊大使啊、天寶啊都喺咗後面嚟㗎啦。前面走嘅咁啊，諗住贏盡都會快㗎啦。但係就比起2部即係又唔係好勁啊。反而入邊嘅永常喜呢，今日就稍微 hold 翻住啲嘅。等呢隻御風雲埋嚟啊。最出邊隻快樂寶貝啦，咁啊，然之後主力艦都騎㗎啦，隻間帽好似入邊淺藍衫就係嗰隻劍靈魂。後啲嗰啲係田王啊，入邊係電信大炮啊。睇下春瑩其實起步就唔係話好差嘅，而家掟咗落去尾6度啊，喺內欄嘅位置隔離係聖徒勇士，開邊天寶啦，包咗落尾中間係蒜頭爺爺，開邊就係永恆光輝，埋邊旅遊大使。出閘都好積極㗎啦，莫雷拉啊，殺咗埋嚟，不過翻嚟都只係保持同速啦。其實46秒73就好鬼慢㗎啦，都唔特別啊，隻馬都。係啦，不過留意下隻春瑩陣間攞位嗰度啦，就一路慢慢移出嚟呢，佢都幾遲先至真係望空嘅。咁一擺正堂太就拍住田王呢，就一齊又爆上嚟都幾勁。失望就當然係大熱門啦，跟個位啊望空翻嚟騎落去唔多嘅。但係其實佢唔貼欄呢，呢隻馬係不嬲都跑得唔好㗎啦。分段時間23秒92、22秒81都係一個中等偏慢嘅步速，末段22秒72總時間1分09秒48，末段快總時間快於標準時間4半。